3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下个不停啊！但是外口天气敢那个袂歹啊吼，希望莫定落雨嘿。3月里的小雨会不会进榜呢？当然不会啦，因为这是台语歌的排行榜，而且是新歌，不是老歌哦。所以你我所收听的是大礼拜5吼，暗时啊，这个大练的波多新歌发烧榜在这里爆榜啦。当然啦，这个3月的第一天哦，我们要来看看有什么样子的新歌啊！待会大家先来写塞一下哈啊，这个战况是如何的激烈的，我们马上就要揭晓。当然，这个开始进行呢，我也是爱呼吁一下，全台湾上新、上流行的音乐资讯，就伫咧咱波多连播榜才听得到。好了，讲完了，从第5名开始报起，报到第1名啊。这个礼拜第5名是谁呢？马上来 check it out。第5名。明日之星当中的这个黑色旋风郭婷云，在今年推出了最新的专辑哈，当中那个蔡嘉玲有合唱一首歌曲，咱的本土一歌啦，哇，两个人的这弦真好听哦，合起来呢，真的是非常的怎么讲呢？很对味。哦，这两个人所合唱这首《爱人变朋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哦？最熟悉的陌生人，对不对？过去啊，爱得轰轰烈烈，但是为什么到最后呢，只能够当朋友而已啊？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可能哦，这就是缘分呐，缘分使然。有的时阵哦。有缘无分，就会爱情变朋友啊！蔡嘉玲跟郭婷云两个唱出了这样子的心声啊！希望你当介意这首歌曲。郭婷云、蔡嘉玲，爱情变朋友。经过这最第4名。哇，现在是太厉害了，已经连续在我们波多新歌发烧榜停留了快超过1个月的时间。他是谁呢？他就是客语界非常厉害的音乐制作老师尤兆琪啊！这里《远行公路》这张专辑反应非常好。当中这首《咖啡香》呢，更加是大家最爱哈。这个也就是咧把咱波多新歌发烧榜第4名。最后是看第3名。这礼拜第3名，男子汉乐团789哇再度进榜，恭喜哦！那讲到来自这个屏东的这个5位大男孩啊，他们当初呢在学生时期啊就组了这个摇滚乐团，然后呢所唱的这个歌词全部拢是使用咱台湾的这个母语，就是台语啊。前几天才经过这个我们世界母语日，对不对？这把少年呢会当安尼把咱的台语文化呢好好来发挥，用这个 rock and roll 的方式来吸引到更加多少年呢来学习咱的台语文化，真正是让人家感觉到非常的感动呢。嘛希望呢大家当多多支持上届下港本土的这个男子汉乐团台客摇滚这个上届赞啊，对不他们也是董事长乐团呢所带出来的艺人。大家一起支持，好不好？这届这个第3名就是咱这个男子汉乐团的789，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第2名。潘美丽这个个性真好，唱歌可好听，再度的这个摕到咱波多新歌发烧榜第2名，美丽的邀请。这首歌曲呢嘛是他的最新力作这张专辑啊，特地邀请到了我们金曲歌王荒山亮来帮他画刀制作。这个潘佩丽来自高雄的这个查某囡仔这个只身现在北上到台北来了努力奋斗，希望大家呢可以让这位邻家女孩这么会唱歌的邻家女孩给她支持，给她鼓励，让她能够持续的发光发热，让她的好歌声呢大家都会当受到肯定啦好，潘佩丽美丽的邀请第2名。
哇，这礼拜第一名再度恭喜 Only 有金曲歌王，上新专辑《棒手柄》已经上市了，请大家呢还要多多给我们金曲歌王 Only 有给他支持跟鼓励哈。这届哈是利友哥第10位专辑，对于来讲呢，这个第10张也算是哈这个10张有成，出道了这么多年，他们已经。这里开完过几年演唱会，拍了电影啊，也是这个主持过节目啊，但是呢，最厉害的还是在这个唱歌啦啊。人生的电影，剧本甲一写，有人先天就占赢，咱用血汗来打拼。上路尾啊，昨天我们是提醒咱所有朋友哈，全台湾上新上流行的音乐资讯，就来报道联播榜才听得到。报道新歌发烧榜，我们下周见。这礼拜第一名就是 Only 有的棒手柄。为着前途，换看过领，为爱不知寒。既然是无名的小出啦，志向嘛真大。坎坷的路，咱缘分来行，好运来着放手拼，成败到最后才知输赢。人生的电影，剧本甲一写，有人先天就占赢，咱用血汗来打拼。人生的道路，哪通什么拢如意，上惊一时来赌气，倒伫半世搏赢命。为着前途，换看过领，为爱不知寒。既然是无名的小出啦，志向嘛真大。坎坷的路，咱缘分来行，好运来着放手拼，成败到最后才知输赢。为着前途，换山过岭，为爱不知寒。既然是无名的小出啦，志向嘛真大。坎坷的路，咱缘分来行，好运来着放手拼，成败到最后才知输赢。为着前途，换山过岭，为爱不知寒。虽然是无名的小出啦，志向嘛真大。坎坷的路，咱缘分来行，好运来着放手拼，成败到最后才知输赢。前途靠咱的双手来拼。发烧吧，我一口气从不让。